后来我才知道，唐敏熙的父亲是几家上市公司的总裁。可他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这个小公司呢？无非是因为他喜欢我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来接你下班呢。我用不着每天来接，好吗？ I like it。带你去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上车。一璇，哎，你这个必须得试一下，是 Scotland 的 Single Malt Whisky， 特别好喝，我都不知道这个酒吧有这款呢，你试试看。小姐，咱们已经换了好几种酒了，我都快醉了。再说了，你开车呢？我找代驾。Cheers。Cheers。好喝吧？好酒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觉得你用不着天天到公司去接我，这样的话让全公司上下看的影响不好。没有啊，我觉得挺正常的。在国外，喜欢一个人，就是这种表现。酒好，酒好喝。但是，你想过没有？明天早上一早我还得上班呢。以后咱们要喝酒的话，能不能在周末可以随意喝？好，我知道了，就这个周末，这个周末我来你。